Newsdog， 要黑马该提防，好像电影里面会出现的场景，按电影讲哦。係講唔知夜尾發生過乜嘅事情，冇聽錯，我知道韓國電影講哦。哎，莫喊矮啦！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熊一鬼，歡迎收看全新一鬼全新重建的社會事件簿。噔噔噔噔！165寸的大熒幕，所以本看到很難多。那個你招牌單元社會看世界，前下放置有啲的挑戰，變做感應性的比賽。先為大家紹介4個參賽者，直接同佢做薯片咧 ，Banky， 各位各比賽，耶！三人用個手，嘴妹笑笑。嗨，来，新的小欧看世界的规则，总共会有3个题目，答对的人就可以放1个地球，所以1题、2题、3题，最多拿3个地球。重点在3题之后，最少地球的人就要接受惩罚。同时，大家礼拜处罚都冇強用嘅，你啱唔知？所以看2隻禮拜嘅社會看世界。有一隻東演嘅上司，手啲亞洲還有歐洲嘅夾機，名叫做普里皮亞季 （Pripyat）。1986年4月26日發生了一件事情，完全改變了一座上司嘅命運。地路上一下出現了當到阿兵哥，做得怪怪嘅衫，拿得怪怪嘅東西，還發出嚟怪怪嘅嗶嗶聲。嗶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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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嗶！原來呢幾日當中之前，大家喊啲水母嘅時節，呢隻細上司順風嘅車諾比核電廠，爆炸咧！發生咗安泰嘅事情，當地嘅政府什麼老大家講，3、4點鐘過後，就用廣播向大家叫走。大家都唔知發生咗乜嘅事情，兩手空空坐電茶，乜嘅東西都做唔得帶。雨嗚嗚，易碎也黑嗚嗚。婆婆帶我禱告，她說世界末日來臨了。呢隻事件，核電廠已經變咗一隻 losing control 嘅太怪獸。算唔清嘅熱係輻射，就係用噴向救災嘅人，噴向全世界。不過，佢隻名當欺騙嘅上司烏里皮亞季咧，佢啊變咗一隻無人醫嘅所在，大家都嫌佢鬼殺。家為大家紹介全新最貴嘅節目，用漢拿法的視角同你一起看世界，你也看到，會用動多嘅地圖來呈現各個國家相對嘅位數。同時，對新節目地圖，我係一個促銷，按照 Newsdog 叫為了聽出來，提醒係是請你促銷 Newsdog 同你看，到底兩場最嚴重嘅核災係發生到哪位？來。Newsdog 帶我們到當初這個核災發生的地方，有沒有看到是在哪一個國家？中間那個黃色字的烏克蘭。然後你看一個比較廣的區域，它其實位在左邊就是歐洲，右邊就是亞洲，所以它是歐洲跟亞洲交界的地方。那除了剛才我們看到烏克蘭之外，我們進一步去看，一直聽到那個名字普里皮亞季，究竟普里皮亞季又在烏克蘭的哪裡？麻煩 Newsdog。
左上角那个红色点就是普里皮亚季。来，我们从空照图看不出所以然，我们麻烦这个 Newstalk 给我们地面上的景，好不好？哇，是墙壁吗？有没有？一开始我还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，像是一幅画吗？原来是斑驳的墙壁。这些是什么？婴婴儿床，每个人都猜得出来是婴儿床。婴儿所在的地方应该要长什么样子？干净，温馨、干净，很可爱的一些房间。好，可爱、温馨，干净跟这个场景有任何的关联吗？根本相反，没有。相反对。同时啊，这个墙壁斑驳的医院还有一个特色，它是截至目前为止全世界辐射值最高的地方之一。那到底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呢？有请 Newstalk。布布，医院嘅地下室用了乜嘅东西有超高嘅辐射出咧？第一，消防水嘅滲；第二，核废料。4位参加者请亮牌。有没有这么巧？第一题4个人选的都一样，答案都是核废料。就是因为一件消防队的衣服跟一罐核废料比起来，核废料比它的辐射值超高很多。因为如果是消防队的衣服在外面感染的话，也没有核废料那么高的辐射值。大台答案是乜嘅 ？Newstalk， 请解答。对，体育鬼，体育题实在太放松，所以2只答案都错。恭喜4位旗开得胜了哈！当初核电厂爆炸的时候，消防队员第一时间去抢救，就他们后来有的生病，有的被送到医院来，一检测发现不得了，身上的这些消防设备都有很高的辐射值，因为这些东西其实它已经被视为是核废料，所以消防队的衣服也对，核废料也对。那详细的情形，我们有请 Newstalk， 医院地板上有个东西，竟然可以量出辐射哎！哦，也是给勇士消防员送到医院急救嘅时节，抬下来嘅树丘诶。哈，树丘哎！核电厂爆炸过后，有28个消防员第一时间就到现场嘞。天打热定奇怪嘅光线，核电厂烧得3000度嘅大火，算唔清嘅辐射车喷到佢哋嘅身上，佢哋啊曾做得简单嘅防火衫，对辐射一丝嘅用都冇。那他们送到医院后发生乜嘅事情？佢哋啊倒地病床上，日本人还有医生都做唔得马拳，身上啊出现了众多辐射嘅病情，皮肤一切绿脱咧。有几个消防员第2礼拜就过身了。我觉得他们很勇敢，也很可怜。虽然降低了灾害的影响，但也成了第一批的受害者。我们刚才有没有听到解说？有这么多的消防员在抢救的过程当中，很多人2个礼拜之内就丧命了，然后没有丧命的躺在病床上，皮肤啊一层一层的剥落。那造成这么大灾害的就是一场大爆炸，核电厂的爆炸。现在我们在这个荧幕上看到，就是核电厂爆炸当时跟爆炸半年之后的样子。感觉爆炸当时整个都塌下去扁扁的，只有那个像烟囱的东西还在，有没有一样的烟囱？可是旁边，看得出来爆炸后半年有稍微整理一下，然后并且又盖了一些东西。其实大家现在看到右边这个设备啊，它有一个名字，叫做石棺，它是钢筋跟水泥做的。那为什么要盖石棺？有没有人要猜一下？防辐射，核电厂里面，核电厂里面的辐射，这就是正确的解答。因为你知道辐射啊，在这个地方要多久才会恢复到正常的环境值吗2万年， 2万年辐射才会回到原本的环境值。你们猜这个石棺可以用多久？3万年，一年？3万年，至少要比它久嘛，对不对200年， ？200年。1986年发生的这个车诺比核灾，当时盖的这个石棺只可以用30年。
所以说已经在现在已经2017年已经第31年了，这时冠已经失效。来，我们看下一张图，跟我们的题目有关。解决车诺比辐射污染的清醒方法係乜嘅呢？第一，攞核電廠送到水道度；第二，起隻限級大嘅殺管。请亮牌。第二题，大家的解答是，哎，终于有人不一样啦！玉子烧，而且你胸有成竹，对不对？一开始我就看到你的表情，好像你很有自信。理由是什么？如果盖一座更大的石棺，不是也不能撑太多年吗？很有道理。你看，一个石棺只能用几年？刚才我讲。而且湖可以那个冷却核能，那就赶快把它推进，不然会再发生一次的核灾。但如果推到湖里的话，那不就变成湖里也会污染？在地面上难道就不会污染湖里吗？至少盖石棺，它会把污染封在里面，它不会推到海里面，然后让它这样随风漂流，水漂流。水海漂流。OK， 那到底解決輻射污染新嘅辦法係乜嘅？搶空解答。噔噔噔噔！不好意思哈，今天的惩罰你又離他更近了一點。好，來，其他3位小歐，請把你們第2顆地球拿出來。這家殺官將在用30年前的新的殺官用樣板處理，來看進一步的解釋。哇，那就是新的石棺啊，好像一个巨大的体育馆哦。不，董大宋，佢做唔得拿嚟攀比賽哦，搶一隻太陽布，防止輻射照出來。韓國唔知要幾規模，唔係意義，咩唔係兩億？不，係700人一台幣呢，也做得拿來起4條宜蘭雪山路哦。按规个太尿布可以撑多久？1万年嗎？不，佢搶做得用100年。100年，只有100年，100年以後呢？萬人啲啊，就搞半日孫呢嘅孫呢，佢反手出好了。不，在1986年，烏克蘭發生的2場核災之後，世界上很多的國家都被烏克蘭的核災給嚇到了，所以有很多的一些反應動作。其中最積極的可能算是我們接下來要看的這個國家在哪裡呢？來 ，News Dog 帶我們飛過去。正中間的國家，德國。來，你看係德國的哪位呢？右搶 News Dog。在德國西北部，來 ，News Dog 帶我們來這個像什麼地方？核電廠。核電廠。它就是德國的卡卡核電廠。那這個核電廠呢，在車諾比事故之後的隔年，它就要被廢掉了。關鍵在於，他們把卡卡核電廠廢掉之後，接下來呢，我們有請 News Dog 出第3個題目。德國卡卡核電廠關停過後，改建做乜嘅呢？第一，遊樂園；第二，火箭發射台。來，4位選手請亮牌。哎，再次上演，有沒有？玉子燒，哇，獨排眾議呢吼！你是一個有自信的男人，我欣賞你，好不好？要蓋火箭發射台，那為什麼這邊還會有個住家？火箭發射台旁邊不能有房子嗎？因為有可能火力比較大，可能就會因為而且旁邊都有樹，所以那個火可能會燒到樹，然後可能就會連累到房子。它可能在裡面就覺得，因為原本是核電廠變成遊樂園，好像有點轉變太大，好像從一個有點恐怖危險的地方變成一個歡樂的地方，不合邏輯，怪怪的。我們永遠不懂德國人，所以有請 News Dog。答案是，耶！來，把你的球拿出來。
有自信的男人不用害怕了哈。重点是他还是要接受惩罚，因为4个人都是2颗球，好不好？不要高兴得太早。就像我们刚才听到高丽菜在怀疑的，有可能吗？一个原本看似这么危险的地方，竟然变成小朋友玩乐的场所。一起来看。哇，这里面是辐射飞翼耶，我超爱玩的。宝宝，日本蛋啊，是黑天虫嘅冷却塔，用来供大发天嘅高分，一下则变咗咧游乐园嘅招牌哦。升电没办法，但是生出小朋友的尖叫没问题，酷毙了！其实啊，头前讲嘅普里皮亚基没有一座游乐园，唔过啊，係迄在攞佢變咗無人戲嘅素材，過後就冇聲音嘅受傷咧。那你知道他们离开之后的故事吗？有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嘅作家斯維納拉訪問了一條聲音咧，記得啊係安樣講嘅。我生病了，班上女生知道我有血癌之後，都不敢坐在我旁邊，她們不想碰觸到我。醫生說我生病是因為我爸爸在車諾比工作，我愛我爸爸。我有一个朋友叫安德烈，他动了2次手术。我们都会死，然后变成科学研究的一部分。前世纪鬼蛇欧史前铺体积性 N 冠线妹查诺比核灾。我很好奇，4位小欧看了车诺比核灾，你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哪个部分？医院的婴儿床，因为我觉得那种地方怎么可能会那么斑驳？我也是在医院，可是我是惊讶的是，就是那个他们的消防员的消防衣，就是只是去救个大火而已，就是他居然消防衣它的辐射量也会很高。那个车诺比的游乐园，游乐园哪一个部分？就是从一个很欢乐的地方变成一个不敢让人进去的地方，这个360度大转变。我是德国的那个，跟高丽菜是完全相反，是从一个恐怖的地方变成到一个非常欢乐的地方。谈到世界社會嘅分享，也希望幫觀眾朋友而家觀點是用冇共同嘅角度來看待黑天窗。好了，講那麼多，我知道你們很關心，好不好？拜拜。一整集的節目都在忐忑不安的，當當當當，這是來自俄羅斯的軟糖，不是烏克蘭，不是車諾比，不用擔心，是他們的鄰居俄羅斯的軟糖。那大家都是一樣，你們都拿幾個球2個，所以每個人都可以吃，一人來1塊，好不好？試看看來自俄羅斯的軟糖，還有動不動打開你暑假的新節目，電視台架，下週禮拜6下午7點半，記得準時收聽。社會是天賦，拜拜。那就俄羅斯流，表皮有點鹹誒，沒有，感覺很軟，糟糕，應該是我用了脆脆的，車諾比的盤子的關係吧？中間脆脆的。那你整塊吃掉了，萬一 NG 怎麼辦？你都沒有想到待會要重拍一次。沒有，好，以後要記得要留一小口，很好吃，很好吃啊。